點解你明明好有實力，但係面試、見客甚至約會呢，總係臨門差一腳嘅呢？有冇諗過，其實係你個上升星座出賣咗你啊？好多人以為呢，自己明明係太陽、山羊啦、天蠍啦、獅子啦、白羊，行出嚟呢，一定係好穩重、好專業，至少有信心、有霸氣啦。錯晒，因為呢，陌生人第一眼見到你呢，根本就唔係你內在嘅實力，而係你嘅上升星座。上升星座咧就好似係我哋嘅櫥窗咁樣啦，俾人嘅第一印象。試諗下，你好俾心機準備去面試、見客、約會，結果因為你上升星座可能係雙子啊、人馬、雙魚呢一啲，就俾人一種浮誇啦、唔定性嘅第一印象。面試官又或者客戶心入面呢，已經覺得，喂，呢個人信唔信得過㗎？個門面都未搞好，你入邊裝修得幾靚都好啦，都冇人有興趣入去睇㗎。所以學識睇上升星座呢，就係要了解自己俾人一個點樣嘅印象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嘅上升星座睇落去係比較細路仔啦，又或者太惡啦，唔係叫你要埋沒自我，而係喺某一啲場合，你就要識得透過衣着談吐去執正翻佢，搞好你個上升星座，即係搞好你嘅社交風水。想知道喺面試約會入面，你嘅上升星座係幫緊你定係害緊你呢？你要點樣利用你嘅上升星座去適當咁包裝自己呢？可以領取我嘅占星體驗課，了解多啲你嘅上升星座。